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湾国际兰花展展期10天圆满结束。台南市政府甲其中3万丛的这个兰花刷到台南其他的景点，继续来展示，要互市民嘛当欣赏到这个美丽兰花。今年中心举办的台湾国际兰花展览顺利结束，虽然举办的时间拄在疫情，不过同款想要20万的人来参观。兰花结束了后，兰花升级园区卖交予农委会来管理，期待透过中央的经费加强规个建设。我们去年的外销已经高达58亿，创新高，今年应该可以再更创佳绩。台南市政府希望把展览所的兰花继续给延续落去，刷到台南市的各大景点，让市民感受兰花的水。我们台南市就拨一些经费，来让那些兰花能够花材能够到台南市的各大景点以及各机关，能够做遍地开花的这个动作。这兰花会刷到38个所在，提供给民众免费参观。听后完成了后，再来公布详细地点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